第19屆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暨第13屆香港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今日喺駐港部隊新圍軍營舉行開營儀式，大概500名本港青少年學生宣誓入營。歌聲響亮，精神抖擻。來自本港多間院校嘅約500名學生齊聚新圍軍營，會同主辦方同有關界別代表共同見證合併舉辦嘅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同埋香港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拉開帷幕。駐港部隊少將副司令員張春山為開營儀式致辭嘅時候話：一代代青少年行入軍營，讀懂國防，近萬名學生褪去志氣，磨練成長，為本港凝聚國安家好共識，傳遞奮進能量，注入咗蓬勃嘅青春活力。本次為期2週的夏令營和體驗營，將是你們人生歷程中一次全新的成長體驗，更是一段淬意志、強本領、樹品格的寶貴歷練。其中參與青少年軍事夏令營嘅350名學員，全部來自中學生群體。夏令營籌委會主席吳學明形容報名反應熱烈，學員或者有機會坐艦艇遊覽維港，參加軍民同樂日活動等。預備中4嘅學生徐華美體驗過2屆夏令營，作為優秀學員嘅佢，寄語新學員不斷嘗試，以堅持戰勝挑戰。讀緊中1嘅今屆學員盧溫龍就回應話：自己係軍事迷，又透露已經提前為軍營生活做準備。好好奇咧，真係揸住把槍咁進行一個模擬射擊，係會點嘅？就真槍喎，真係未試過咯。而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今屆面向大學生群體同青少年制服團體招收約150人，先後擔任1屆學員同3屆督導員嘅呂宇詩笑言享受挑戰，又話軍營生活期間學識團隊協作。以前咧都比較獨來獨往嘅，即係獨行獨斷啲，就自己即係因為一個人做嘢覺得好似好快咁樣啦，但係其實一班人一齊做嘢可以行得更加遠啦。咁喺工作上面啊，咁我都體驗到呢個團隊嘅精神啦。解放軍駐港部隊表示，希望透過14日嘅軍事生活，加深本地青少年對於國家同軍隊嘅了解，掌握基本軍事技能，同時進一步增進本地市民同埋駐港部隊之間嘅溝通交流。鳳凰衛視記者張友仁報道。